東城玉泉洞鐘乳石探險呢項活動咧係夏季限定，只係喺7月中到9月底開放，會帶你探索隱藏地圖。換好衫，戴上頭盔，聽埋簡介就可以出發啦！全程咧係沿住地底河前進，有時咧要側身穿過一啲好窄嘅石壁，靠住頭燈嘅光摸黑探索。最刺激咧係喺水入邊行啊，水深啊過腰噶。沿途會見到唔同形態嘅鐘乳石、石筍、石柱等等。睇下呢一啲波紋結晶層，閃閃發光，好耀眼啊！不過記得眼看手勿動啊！一路上咧會向上攀向下走，隨時要注意頭上會有蝙蝠飛過㗎。行足1個鐘啊，心情一直維持喺有少少緊張又興奮嘅狀態。小提示：手機或者相機咧就一定要綁喺手度或者掛喺頸度，跌咗咧真係好難揾得翻㗎。呢個活動咧就一定會濕身㗎啦，可以喺度沖個涼，記得帶替換嘅衫啦。預約網站咧我已經放咗喺留言㗎啦。早唞。